千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24节气的处暑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处暑这个处。读做处本调是第3调，变调了读做第2调。咱先来小解这个处，这个处就办理的意思，像咱讲处理、处置。另外讲到读做处，就是有所在意思，像咱讲好处、处处替人设想，也有到处四个意思。另外这个处嘛有徛起大的所在，落尾变做是组织的单位，像咱讲办事处、训导处。拖十个做过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处理，代表处置、解决、安排、打合，也有超测办理。第2个词读做处暑，一般就是新历8月20或者是24，已经入秋啊。也不过天气共款热噗噗，嘛共款是风台季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讲处暑处暑热死鸟处，24节气的处暑这一天，庆官温若是办走标活动，万不离选手掉刷，安尼就歹处理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处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处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